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8月31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85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91天，前线共发生191起战斗。俄军在科斯季扬季尼夫卡轴心线上使用坦克突击，乌军凤凰城无人系统部队用2次精心策划的无人机袭击，摧毁了一辆坦克。第一次用一架无人机打中了坦克的履带，让坦克停下。第二次将其彻底摧毁。28日晚，乌军情报局的无人机特种部队对克里米亚进行了袭击。前天晚上到昨天凌晨，乌军情报人员摧毁了特维尔铁路枢纽处的关键基础设施。在这次大胆的行动中炸药被埋在油罐车下方，并远程引爆，严重摧毁了备战领土深处的铁路物流系统。乌军发射无人机袭击了克里米亚半岛。目前塞瓦斯托波尔机场有一处较大的起火点，萨基空军基地附近有3处起火点。最近乌军的这个情报总局非常活跃说仅用4天时间就摧毁了俄本土价值超过2.5亿美元的17套防空雷达和电子战系统。另外还摧毁了克里米亚俄军S-400防空系统的 91N6E 雷达，并且说29号情报总局的无人机在俄境内空军基地打掉了一架伊尔76运输机。这个基地在爱沙尼亚附近，距离乌军上千公里。乌军使用米格29战斗机携带法国提供的铁锤炸弹，就是那个精确制导炸弹，对北部俄军军部队集结点实施打击，造成对方重大损失。此次行动展现了乌克兰军队在现代化精确打击能力方面的提升，同时也反映出国际军事援助对战场态势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该型炸弹采用卫星激光复合制导方式，具备高精度和抗干扰能力，其实战效果值得持续关注。目前俄乌双方均未公布具体伤亡数字，但可见精确制导武器在现代地面作战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法国的铁锤精确制导炸弹有很多乌克兰人发现涂装乌克兰军方标识的幻影2000-5F 战斗机正在乌克兰领空执行任务。据悉法国将乌克兰空军移交更多幻影2000系列战机，此举被视为西方国家对乌军事援助进一步升级。该型战机配备 RDY 雷达和云母中距空导弹，具备多目标接战能力，其部署将显著增强乌克兰防空作战体系。这个 CNN 报道乌军摧毁俄罗斯纵深的这些关键的交通枢纽比如桥梁。根据报道说乌克兰方面表示，他们摧毁了俄罗斯境内2座桥梁，方法是用几架廉价无人机袭击俄军自己藏匿在那里的地雷和弹药。这乌克兰军方称，这2座桥梁靠近乌克兰哈尔科夫地区边境，俄军一直在利用它们向前线部队运送补给。由于其战略地位重要，这些桥梁被预先埋设了地雷，以便俄军在乌克兰突然推进的情况下能够将其炸毁。也就是俄军在这些桥梁都预埋了炸药遭受攻击的军队摧毁己方领土人的桥梁、道路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以阻止敌人前进，这并不罕见。2022年2月全面入侵初期，乌克兰就采取了这种做法，摧毁了通往基辅道路上的桥梁，此举延缓了俄军的推进速度，并保护了乌克兰首都。就俄罗斯境内这2座桥梁而言，乌克兰军方发现俄军隐藏地雷情况，并加以利用，达到自己的目的。乌克兰第58独立摩托化步兵旅执行了此次任务，他们告诉 CNN， 在注意到桥梁附近有异常活动后，他们决定仔细查看这座桥。很明显，那里有些不对劲，我们无法用普通的侦察无人机飞到桥下，因为信号会直接消失，所以我们使用配备光纤的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飞了进去。该旅的一位代表告诉 CNN， 无人机拍摄的视频显示，无人机接近桥梁，发现一大堆反坦克地雷和其他弹药，一块似乎用来覆盖这些弹药的布料被扔在一边。
我们看到了地雷，然后就发动了攻击。他们补充说当无人机撞上这些弹药时，视频突然结束。从远处用第二台摄像机拍摄的录像显示，发生了巨大的爆炸。CNN 记者已对视频中出现的桥梁进行了地理定位，确定其位于俄罗斯南部的别尔格莱德地区，靠近乌克兰的边境。之后说，我们决定检查另一座桥，我们发现它也被布雷了，所以我们也进行了攻击。该代表说不光是桥梁被炸俄罗斯境内也是其他的军事目标也是爆炸连连乌克兰极大削弱俄军弹药后援，对乌各个方面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乌军瞄准了俄军军工产业链上的两端，从火药生产的第一阶段到前线附近的弹药库，确保俄军没有足够的炮弹、火箭和无人机发射。第一波攻击，梁赞火药厂大爆炸，摧毁了俄罗斯最大火药厂之一，给普京战争机器又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巨大的爆炸撕裂了天际线，无人机空袭摧毁了4座主要建筑，包括重要的火药储存设施，摧毁了300吨炮弹和数百枚152毫米的炸弹。昼夜不停轮班维持炮火需求，兵工厂人员伤亡惨重。巨大的蘑菇云和爆炸发生在车间，完全泯灭。第二波攻击摧毁坦波夫的生产武器和弹药关键粉末的叫科托夫斯基火药厂麾下的工厂，作为俄军唯一能供应某些消化棉粉末的工厂被摧毁，在同时期内不可弥补，加剧俄罗斯火炮和火箭推进剂的短缺8月29日19时到30日凌晨，俄军动用攻击型无人机、空机、陆基和海基导弹对乌克兰领土发动大规模袭击。空袭期间，空军无线电技术部队共发现并跟踪了582个空中攻击单位、537架沙赫德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各类诱饵无人机，其中有8枚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37枚空基、陆基、海基巡航导弹及空射导弹。乌克兰国防军出动航空兵、防空导弹部队、电子战和无人机系统分队，机动火力小组抗击空袭。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轰炸一刻都没有停关键他炸的很多都是民用目标跟军事不沾边。这个网上有很多视频就是俄罗斯军队使用天竺葵自杀式无人机、口径巡航导弹、匕首巡航导弹和伊斯坎德尔导弹袭击了第聂伯罗市、扎波罗热市、巴甫洛夫勒市和其他地区的乌克兰目标。俄军在扎波罗热小托克马奇卡附近发动了新的机械化进攻，动用了2辆坦克和4辆步兵战车，全部被乌军摧毁。步兵在损失惨重后溃败，还是继续遭到乌军炮火的追杀。一名俄军士兵在公路上被捕。突发新闻说俄罗斯军事监测频道报道，昨天晚上乌克兰军队计划使用火烈鸟和海王星巡航导弹进行大规模联合打击，目标是俄罗斯的作战战略纵深，包括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地区以及达达斯坦共和国。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他说这个8月29号俄军继续在苏梅州北部发动进攻，但并未取得进展。8月28日和29日，俄军攻击了苏梅市西北部的别兹萨利夫卡附近地区，苏梅市东北部的尤纳基夫卡境内和萨德基附近地区，以及苏梅州和库尔斯克州未指定地区。俄罗斯军事博客作者称，乌克兰军队在苏梅市北部的奥列克西夫卡附近发动了反击。据报道，一名隶属于俄罗斯北方军事集团的军事博客作者声称，尽管俄方每天都报告称俄军取得了逐步进展，但俄军在尤纳基夫卡消耗已持续1个月。该军事博主指出，俄军曾多次声称占领尤纳基夫卡，但个别俄军士兵出现并不表明俄军占领了该定居点。乌克兰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摧毁了图拉州地下爆炸物仓库。据多家乌克兰媒体引用情报部门消息，8月30日，位于图拉州阿列克辛化工联合公司地下爆炸物仓库遭到袭击。该仓库主要存储无烟火药，用于步枪弹药、火炮系统以及部分火箭发动机的无烟火药。乌总参谋部强调，将在侵略国全境持续开展打击敌方军工体系的行动。
这个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可用于袭击俄罗斯境内。美国驻北约大使马修·惠特克表示乌克兰已经收到能够打击俄罗斯纵深的武器，并补充说，基辅部队有可能使用这些武器。他强调这些能力将有助于乌克兰的进攻，并回顾了早些时候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批准了一项价值 1.79 亿美元的合同，用于维护爱国者系统，包括配件、训练和软件。潜在的承包商是 RTX 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纽约时报说根据特朗普与盟友达成协议，乌克兰已经接收首批美国远程导弹。该计划由丹麦、荷兰和挪威资助，包括价值 8.25 亿美元的3500枚精确制导武器和导航设备。这个波兰和芬兰现在考虑要恢复早已排干的沼泽地，就是那个芬兰和波兰与俄罗斯交界的地方，本来有很多沼泽地，但是现在沼泽地已经被抽干了。现在据说要恢复这些沼泽地，以防止俄罗斯坦克入侵这个北约的秘书长吕特他说俄罗斯的军事扩张表明他们已做好长期对抗的准备。当欧美将扭转国防生产形势，北约同意投资占 GDP 的 5% 作为国防开支。德国计划到2029年投入1530亿欧元，在8年内支出翻一番。威慑力来自于作战能力，而不仅仅是 5%。莱茵金属公司很重要，这家工厂计划每年生产35万枚炮弹。今年德国、西班牙、匈牙利、南非和澳大利亚的工厂将生产70万发炮弹。我们的工业带来了活力和创新，北约扩大了防线，开辟了新的防线，这对安全乌克兰和威慑至关重要。北约设定了与工业界共享的能力目标，我们需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交付舰船、喷气式飞机、坦克、无人机和弹药。挑战依然存在，为了加快生产，我们借鉴了乌克兰工业动员经验，我们需要重启闲置生产线，加快流程，确保零件，减少依赖，控制价格，以购买更多产品，并补充军火库。也就是整个的欧洲现在已经动员起来了。德国总理梅尔茨他说乌克兰战争可能要持续数月。梅尔茨表示他说泽连斯基和普京原本计划在未来几周举行的双边峰会失败了，因为普京显然没有准备好进行谈判。梅尔茨指出这符合克里姆林宫的战略，并呼吁愿意让俄罗斯坐在谈判桌旁边的联盟加强对俄罗斯的压力。根据这个法新社英国卫报等报道，当地时间周五，马克龙与德国总理默尔茨在法国南部海港城市土伦举行会晤。在联合记者会上这个马克龙说只有为乌克兰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才能实现公正且持久的和平。马克龙表示自己与默尔茨都希望俄罗斯总统普京能依照此前与特朗普沟通时所做的承诺，推进旨在结束战争的双边或三边会谈。马克龙指出他说上周美欧华盛顿联合会议结束后，默尔茨曾向记者透露，普京同意在未来2周内同泽连斯基举行会晤，会晤地点尚未确定。默尔茨当时声称，普京是在与特朗普通话时达成这一共识的。白宫此前也表示，他们认为普京已同意与泽连斯基会面，并称筹备工作正在进行，但克里姆林宫从未对此事作出承诺，且至今尚未安排任何峰会。如今1周过去了，俄乌首脑会晤没有一点动静。马克龙称就是在这个记者会上他说，如果普京未能在周一的截止日期前同意会谈，实际上就是今天晚上，如果普京还没能同意会谈，马克龙说这将表明普京再次戏耍了特朗普，就再一次耍了特朗普马克龙说我认为
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不是好事。这件事不能不了了之。我希望普京与泽连斯基的会面能够举行，但如果未能实现，我们将推动实施1级和2级制裁，以此向俄罗斯施压，迫使其回到谈判桌前。马克龙还说这个周末他和莫尔茨都可以与特朗普通话。同时乌克兰的代表团，对吧？伊尔马克还有乌梅罗夫吧，到华盛顿呢，跟这个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进行了会谈。怎么看特朗普说这个斡旋的停火或者是达成和平协议，甚至他们双边会谈或者3边会谈，统统的泡汤。按照马克龙的说法，那就是普京再次耍了特朗普。我想起了一个笑话特朗普如果再派人去找普京，又去莫斯科，或者是邀请俄罗斯人到美国或者到其他地方谈判会面的话，那普京就纳闷了。普京就说纳闷说这个特朗普到底是来找耍的还是来谈判的？普京为什么不愿意跟泽连斯基见面，不愿意进行和谈呢？或者说不愿意停火？我们看看俄罗斯国内俄新社8月29日报道，俄罗斯国防部长安德烈·别洛乌索夫在国防部扩大会议上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中推进速度正在加快。别洛乌索夫说2025年俄军对乌军146个关键目标实施了35次大规模集群攻击，每月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占领600至700平方公里领土。乌克兰62%的关键军工企业受损，乌军损失超过34万和6.5万件装备，作战潜力大幅降低。这个别洛乌索夫还说基辅政权的军事和工业基础设施受到重创。别洛乌索夫还宣布俄罗斯已扩大合同兵役招募计划。俄罗斯武装部队人员配备是确保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开展进攻行动的关键问题。他说这方面工作进展顺利。今年我们增加了合同制兵役的招募计划，人员配备计划的指标总体上得到了满足。2025年上半年，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超过21万名合同兵加入俄罗斯武装部队，同时还有超过1.8万人被志愿部队吸收。也就是这个俄罗斯人要继续打到底增加军队招募计划。同时这个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俄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他对俄军的这个春夏战役进行了总结。这个格拉西莫夫列举了消灭了多少乌军，打伤了多少乌军这个摧毁了乌军的多少装备，这些数字之后格拉西莫夫说特别军事行动将持续。所以这就是普京为什么不愿意停火，因为他认为在战场上他还能占便宜。这个泽连斯基29号他也说他说俄军已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集结多达10万人，正在准备进攻行动。虽然这个没有得到俄方的回应但这个恐怕也是事实也就是俄军现在在波克罗夫斯克的北部要继续进行2次这种突击。前2天咱们也介绍了这个莫斯科州的州长宣布在莫斯科要这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莫斯科开始征兵。这个安德烈·莫罗比约夫，这个就是莫斯科州州长说只要年龄在18到60岁之间的莫斯科市民愿意当兵，当场奖励550万卢布，除了高额奖金外，每年还有250万卢布的工资补贴。大家也知道往往当俄罗斯在莫斯科或者圣彼得堡开始征兵的时候，说明俄罗斯这个征兵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也有别的地方征不到兵了。你想圣彼得堡和俄罗斯的兵和莫斯科的兵这多贵你只要愿意去当兵，当场奖励你接近50万人民币，然后每年还有23万人民币的这个工资发给你，那你这一个人的成本得多高同时普京还在国内加强对国内的控制和这个钳制推出了俄罗斯的网络安全新法案。大家看视频你们知道吗？现在在俄罗斯某些视频不让看了。对，俄罗斯现在有个新的法律，就是从今年的9月1号开始执行。也就是说，如果你在网上搜了，就是没有看，就是搜也不行，搜了一些极端的内容，就是反对俄罗斯政府的，反对俄罗斯的，去看了这些视频，
他们会根据你的 IP，根据你的邮箱或者手机号查出来，然后就完蛋了，要花钱。第一要花钱，第二要把你那个派到西伯利亚挖土豆，所以还是在俄罗斯的话，还是别乱说，好不好？也不知道这个美女说的是不是啊？连在网上搜索对俄罗斯不利的消息或者反俄罗斯政府的这些信息，你可能都要受到处罚。就是不管你看不看，你只要搜了，你就有痕迹啊。西伯利亚挖土豆，一挖一麻袋，一挖一麻袋呀。相反啊，乌克兰这边啊，泽连斯基刚签了一个法案，什么法案呢？就是放宽乌克兰的年轻人出境。他本来啊，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后啊，乌克兰就规定18岁以上的男性啊，就不能出国。我记得有这么一条啊。当然有人通过各种关系是吧，腐败或者各种渠道的出国的，这是有的啊。泽连斯基现在签了一个法令，就是什么呢？18到22岁的男性就可以任意离开乌克兰。那不管怎么说啊，这个都是体现了乌克兰人的自信，对吧？按理来说，这18到22岁那正是这个主要的兵源了，怎么能把他们放跑呢？但是人家就，对吧，让他们自由，可以离开乌克兰。接下来几天，我们继续欣赏普京是怎么耍特朗普的，特朗普会不会真正的发怒一次呢？我们拭目以待啊！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